今日介紹石梨二村一個2房單位，實用面積370平方尺，以現代及輕奢風格為主。戶主一家4口，計劃打算僱用外傭姐姐照顧小朋友。我哋喺客廳一邊位置，利用間房組合櫃方式增加單人床，升高床架嘅設計令床底有大量儲物空間。內置天花風扇燈以及頂部留有梳氣位，以最慳位嘅方式令外傭姐姐瞓得舒服又唔局促。電視牆採用大理石紋配以弧形設計，利用隱藏燈帶提升層次感，特別設計一組層架，方便戶主擺放指定嘅展示品。兒童房採用長虹玻璃趟門以及加裝窗簾，解決咗2房設計會令單位客廳採光不足嘅問題。房內採用上下組合床設計，配備儲物梯級，有效利用每一寸空間。以櫻花色同奶白色嘅搭配，營造出一個溫暖又夢幻嘅空間，係小朋友休息同學習嘅好地方。廚房保留原有牆身瓷磚，櫥櫃中空位牆身加裝珐琅板，可以彈性購買磁石置物架，掛起細件廚具及調味架等等。今日介紹到呢度，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呢個單位嘅設計呢？歡迎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哋，下條片再見。